最简洁清楚的祝福，讲愿耶和华赐福气给恁，好，然后保护恁，好，这是一些人因上重要、上在意的所在吼。咱知影摩西有经吼创出利民生，虽然写伫放伫圣经的上头前，对不？啊，不过他成书的时间不是太早哦。因为是上早写的，哦，就是讲妥拉吼创出利民生是写伫什么时阵？编辑在什么时候？是在被掳归回，迄当时啊，就是把以色列甲南犹大拢去互被亡啊，拢掠走啊，啊，佮转来，好，北以色列是亚述帝国灭掉的，对不？南犹大嘞，巴比伦吼。啊，那谁又灭掉了巴比伦？啊，波斯哈，我们看那个300壮士啊，600、300壮士啊，好，那个波斯，波斯帝国时阵开始吼犹太人转来耶路撒冷，哦，然后起圣殿，佮重建耶路撒冷城，好，所以。已经是很后期了。阿贝下摩西五经要编辑成书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意思？要写有什么人看？写有这个灭亡了，已经为别国转来家乡的这一些人看，所以要互因看什么代志？创出利民生，要互这人看学到什么代志？上吊就是讲，恁的祖先。甲耶和华上帝有利益，对无？啊，恁的祖先有照约来行无？无，所以安那真凄惨。即马恁转来啊，定心要伫即个所在起造恁的家乡、恁的圣殿、个圣城，所以大家记掉前面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咱爱知影吼，摩西五经吼，从创世纪到生命记吼，其实伊是在解说问题，他是在解释事情，吼，伊是要甲一寡这犹太人的后代，介凄惨，即马转来家己的家乡，伊要互因知影进前发生过什么代志，为什么你们会那么凄惨？吼，是安怎会互去用灭亡？是安怎会去用掠走？啊，即马。伫上帝稳定下面，恁可会当转来，吼。这个记载是要一些人知影，唔通安那，唔通去犯，吼。所以这是一个对因来讲，有耶和华上帝的祝福保护，这是最重要、上简单啊，上头前爱因所爱的。第二，互伊的面会光照恁，啊，赐恩惠互恁。上帝的脸，哈，来按一下哈。上帝的脸，伫旧约常常出现，哦，那个脸哈，这个名这个名词哪甲无共款的动词合做伙，会出来盖者意味句哈，很多的艺术底下哈。上帝的名就代表上帝的同在，好，上帝的愿意施恩，好，啊是安怎？伊遮的表现是讲，互伊面会光照恁吼。你想想，去想想，这个世界若是黑暗，一个光出来，吼，是一个足大的恩惠，吼。啊，这是上帝面的光，吼，袂有别个误导，不会有别的带去别个所在的意思，吼。上帝面的光照恁，因就有迄个方向。有知影迄个目标伫对，这对一些人来讲嘛是介重要的一个文学上的表达。好，好，愿耶和华上帝互伊的面的光照恁，啊施恩典互恁，gracious 吼，施恩给你们。好，啊第三，就是今日的主题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好，赐你平安。第圣经在翻译的时阵吼，和合本要翻译的时候，有介大的思考
后来要修订版，要去改时阵嘛有介大的、介多的讨论吼。因为仰脸是什么意思？那叫咱汉人的文化、汉字的讲法，额头是什么意思？额头敢是斯文的意思？勇猛的意思。反而仰脸反而是在期待什么？期待恩典的意思，对不？好，阿姆哥底犹太人的文化，他仰脸哈，抬头看你，这个是喜温的意思哈。阿姆在被安那翻，好，所以咱的华语也讲，咱的台语也讲，愿耶和华，搁一个哈，欢喜的面看你，好，伊把伊意思翻出来，好。去看盖者英文的版本吼，他们也是就只有这2个概念哈，直接翻它的字面的意思的是耶和华额头吼抬头仰脸看你，无就亲像咱台语吼，with favor 吼欢喜吼，看着你是 favor 吼是好的吼。其实仰脸吼，伫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吼。再按一下，按哪念？面，面。我本来要讲面，不是哦，面吼。嘿，那讲上帝面是什么意思？惊见笑，惊见笑是咱汉人的文化，咱若面就是安那，歹势吼。或是说我们掩面哭泣，有无？吼，是无好的代志。那上帝对咱面是伊惊见笑吗？讨厌，敢有遐严重？好啦，可能差不多啦。圣经讲的上帝对咱面，安尼啥意思？无想要看啦，无介意啦，吼，无同意。所以咱若甲这2个做一个对照，咱就知影这什仰脸什么意思啊？上帝欢喜你，要甲你祝福，要甲你肯定，若面呢，无认同，无爱插你，其实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呢，看，还有一个什么避免？这伫圣经嘛，旧约嘛写足济哦。若上帝避免什么代志？后壁都有出代志来，出大代志哈。面有当时是无爱插伊，就任凭我们随便做哈。毋过上帝若避免就安那，咱就知有代志啊哈。所以重新来看，迄个仰脸哈 ，lift up， 好，上帝抬头，是啥物款的情形吼？伫咱的文化真正较无迄种。上帝抬头看你是一个祝福的意思哦，是讲对这介意你，也是讲这欢喜你吼。咱们阮夫妇团契吼，聚餐哇，跨年聚餐吼，只有3家，费用的会长吼，加迄个新义执事，加阮兜3个吼，昨吼伫食饭，就抱迄个新义的最小的女儿西西。西西吼，然后我抱着他，差不多可以维持6分钟、7分钟吼，很镇定到开始过第8分就开始安那，就想到吼，这个人敢是无熟悉，就开始哭吼。在抱囡仔的时阵，就互我去想象一个感觉，什么叫做仰脸吼？佮像这咱捌抱个囡仔吼，抱较悬起来无？抱悬起来创啊？在看伊吼，咱咧看伊的表情是啥物表情啊？常常是欢喜吧，还是生气？安尼，毋是一个臭面甲抱遐悬，你甲抱遐悬，哇，这欢喜的，这个囡仔这赞的吼，这欢喜的吼。昨迄个西西都无互我这个机会吼，未抱起来就开始要哭啊。毋过昨迄西西比较喜欢陈玉峰吼，拢一直甲揽落吼。喜欢小鲜肉安尼，咱来想象当耶和华上帝甲咱安那
抱起来，那就真的是仰脸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伊欢喜的面看咱，吼，欢喜面看，各位兄弟啊，咱是啥物时阵会互上帝安尼甲抱悬起来看？无安尼问好啦，各位兄弟啊，咱捌互上帝安尼抱悬起来看无？哈，咱的生命内面有即款的经历无？还是讲即款的感觉？好进上帝搞安那？好起来，伊的欢喜的面安那？在看咱，有没有这个经验呐？有。哦，咱本来听了有这种感触呢，有无啦？有啦。橄榄笑哦，个很嘉许吼，哇，这个囡仔赞，哦，拢袂哭。袂放尿，毋是袂放尿哈，吼，袂乌白放尿，哇，这赞的，这我最介意。各位兄弟，所以是耶和华上帝安尼抬头看我们，表示我们怎么样？表示咱的行为安那？合伫伊的心意，是毋是？表面上。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，甲这祭司讲清楚，讲恁得来照这个款式来安尼来祝福以色列人。毋过这个祝福虽然安尼表达无写前提，无讲得安那，毋过伫伊祝福的内容本身就看会出来。当耶和华上帝要安尼看你，安尼摇头欢喜的面看你的时阵，看咱的时阵，各位兄弟，是咱的安那，咱的生命，咱的行为安那，合伫上帝的心意，是毋是？所以这是一个祝福 ，blessing， 这是一个祝福。毋过嘛有甲耶和华上帝伊家己对咱的期待放入去。是不是？该清楚，甲伊对这以色列人的期待、毋望，伊家己的欢喜、价值，拢放伫内面。毋是干那一个介简单、很单纯的讲，耶和华上帝要祝福咱，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。所以咱若看额头，搁去比较迄个面，搁来，甚至看上尾迄个背面，咱拢知影，耶和华这个动作毋是无原因的，不是没有由来的，是伊看这个甲伊利用的百姓，因是安怎去遵行这个誓约，伫因的生活内面，伫因的生命内面，是毋是有照约来行？耶和华上帝就用无共款的面来对待咱，所以与其咱干那要甲思考讲，这是耶和华上帝对咱的福气祝福，这是祭司对一些人的祝福，其实会当较丰富去看，不只是一个 blessing。毋是一个祝福尔，这是耶和华上帝对伊的百姓的期待。咱是毋是有即款生命的款式？水到一个天，水到一个天度，耶和华上帝甲人安那抱起来，抬头欢喜的面看咱，这真正是。无容易的代志，咱会知影，伫一些人的文化内面，介清楚上帝的话袂空空，袂递到空空。这是要安尼来祝福以色列的百姓，表示上帝的恩典福气，就是要安尼临到。这样子的整个思路落来，会发现。有一个无讲出来的部分，就是伊的百姓的生命甲生活，就爱合伫上帝的心意。这无伫经文内底讲出来，毋过在这样的思路是介正常。
所以这三重福音其实，三重祝福其实第三较少人在看。咱若捌唱歌也是念，拢是两句尔。愿耶和华赐福保护你，愿耶和华的面光照你，搁赏赐你平安。的句点啊，有无？有没有？可是事实上，第三句强调的，搁较深，搁较无同款的角度在看。就是不只是耶和华赐福保护咱，不只是耶和华的光真做咱的指引，真做咱的方向，也搁有耶和华的确，伊要用欢喜的面看咱。伊若用欢喜的面看咱，就表示咱各位兄弟，咱的行为安那得到伊的欢喜，合着伊的心意。咱每一个人拢做期待、做盼望上帝的祝福，对无？尤其即马一个新的一冬，咱每一个人拢期待满满，上帝稳定平安祝福伫咱的心上。啊，毋过毋通袂记住，咱甲一些人共款。咱嘛是甲上帝立约的人，咱是甲上帝有约束的人。啊，主耶稣基督已经把这旧约最约束都归纳成为两句话啊，倒两句话。不是这啦，哪两句话？耶稣讲律法跟先知，耶稣就两句话。你爱安那？尽心尽意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。啊，第二项咧，爱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是主要说基督甲咱的约束，有简单无？这个约束真简单，有容易无？无容易。这个无容易，毋过这简单的约束，是决定咱是毋是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呢？是不是？旧年有做到无？各位兄弟？那我们干脆说没有。去年有没有达到？没有。有啦，多少啦？毋过咱新的一冬，有一个盼望，好无？咱正兄弟姊妹拢会互上帝安那，抱起来看，抱起来，欢喜的面看咱，竟然耶和华上帝，各位兄弟，你去思考这个问题，竟然这位创造宇宙、无所不能、大而可畏的耶和华上帝，会甲你安那，会把你怎么样？抱起来摇头看你，欢喜的面看你。各位兄弟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，甲恩典，咱所会当想象的，是不是？你们怎么一点都没有很振奋的样子？我讲起来都觉得很快乐，你们都没有哇，这欢喜的要互耶和华甲抱，甲咱抱起来，互伊用欢喜的面甲咱看无论我即马。身体有健康无？无论我即马代志有顺遂无？顺遂无？安尼耶和华上帝要安尼甲我抱起来，欢喜的面看。感无感觉这一年已经不一样了？我爱插我好啦，我们慢慢来，好不？对上帝有盼望，尤其是遐多咱讲到的，迄个稳定甲平安。迄个稳定代表白白互咱的，白白给我们的。Gracia，Gracia 这个本来就是礼物的意思，礼物啦，礼物的意思。平安呢？犹太人讲的 Shalom， 跟咱台湾人讲的平安无共款，对无？台湾人讲的平安是爱无代志，毋才会当平安，无事无歹事平安。毋过犹太人的 Shalom， 跟伊在祝福同款的意思，就是伊的临在，上帝的临在就是平安，
吼，甲咱所徛在迄个环境好歹无关系，主要重点是上帝临在，迄就是平安。各位兄弟，一个新的一冬，咱有新的心情，咱要欢喜来陪伴咱的心，咱的生命，是会当承受耶和华上帝这个束缚的生命，是会当互耶和华上帝甲咱抱起来，互伊会当抬头，互伊会当欢喜的面看咱的即款的生命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善后爸上帝，阮真正满心感谢，阮竟然有即款的福气，阮这个袂堪入、无路用的生命，竟然会当互你享受平安，互你来保护，得到你的稳定。竟然会当互你抱起来，互你抬头，互你欢喜的面来看，这是何等大的稳定慈悲，通达伫阮正人的学乐。啊，毋过阮知影，阮真正无够额，阮伫侪事顶面做无够好势，阮伫侪应该负的责任顶面，阮常常亏欠，求你赏赐，伫原谅阮的上司，啊，爸爸求你赏赐气力、能力、耐心伫阮的生命，互阮抑阁活咧的时，抑阁通喘气的时，阮每一工拢要进步，阮每一个时刻拢要赢过顶一个时刻，毋是咧甲别人比。是甲家己的生命来做比较，日日更新无共款的生命伫你面头前，要得到你的欢喜，要真正得到你的福气。我们甲每一个咱的在座兄弟姊妹放伫你的手中，阮真正愿意，虽然无够额，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阿门。